2/3的路程。那我们虽然很累，可是我们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一路上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给我们打气，不认识的路人让我们知道，原来台湾还是一个非常热情、非常善良的社会。那接下来1/3的路程呢，我们会继续走下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